台湾的雕刻大师朱明今年过身，伊的太极系列铜雕作品，1986年放伫咧高雄的中正运动场，到今是要40年咯。为着要修复伊的作品，目前是刷到高雄市立美术馆，按算11月底会当修复完成，到时阵也会展览互大家看。 伫美术馆后边的铜雕作品，顶管有刻字，也是修正液写过分页，修复师摕工具深度修复。这是朱明老师太极系列铜雕的作品，由朱明美术馆修复师特别落难亲自修复作品。修复现场馆方嘛是头一摆用透明的网仔，要互民众会当参观修复艺术品的过程。真的话，其实我对朱明老师的作品就有稍微看过一些，然后也了解。 略知一二啦，对，然后其实他这一次做这样的一个修复，那未来会在美术馆做一个陈列跟展出，我也是相当期待。有被修复，我觉得代表说可能大家，我不知道应该是政府或者是社会环境嘛，开始重视文化资产的保存。 1986年，朱明大师完成这两件作品，就放伫高雄中正体育场，到大约40档。因为长期放伫外口，吹风晒日，雕塑的作品唔但有汤软，嘛有人为破坏，亲像刻字也是用修正液写字等等，拢是歹修复的工课。从中正体育场那边移回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有看到它上面有一些刻字，然后甚至是就是立可白留下来的一些痕迹。目前修复师正努力的来去让作品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状态。放伫运动场的两件作品是9月底刷到高美馆，由3名修复师轮流修复，按算11月底完成。到时朱明大师的作品就会伫高雄市立美术馆户外来展出。记者张一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